音樂的力量究竟有多強大？音樂療法作為國際公認的非藥物干預手段，通過聲波震動刺激大腦神經網路，能有效延緩認知衰退，改善情緒障礙，增強社交互動。在祈福護老公寓，我們將音樂療法科學融入日常照護，為長者打造聽得見的記憶防護網。每天活動室的音樂準時響起，經典的紅歌，懷舊的老歌，長者通過聆聽這些熟悉和喜愛的音樂，喚起他們的回憶和情感共鳴。每週，老年大學聲樂課與奇樂合唱團是充滿生命力的治療課堂。長者們在引導下一句句學唱老歌，從歌詞記憶到節奏配合，每一個環節都是對認知能力的鍛鍊。每月我們邀請專業藝術團帶來音樂講座、粵劇表演等特色活動，在他們專注聆聽、積極互動、熱烈的掌聲中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他們對音樂的喜愛，更是對外界的好奇與渴望。在祈福護老公寓，音樂不是簡單的娛樂，而是一場溫柔而堅定的守護。